會治安，誤會就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……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煩您了。我们走什么嘛？行，回见了，謝謝您。什麼意思？什麼情況？不是我的2個女朋友，他們跟你開了個小玩笑。開玩笑？有這麼開玩笑的嗎？主要是他們不放心我，所以想考驗一下你。考驗我？雷閃閃，你太過分了！我一生當中遇見過很多女人，但你是唯一一個讓我把心都掏出來給你的人，你卻把它捏碎了。我作為一個律師，我考驗過別人，別人也考驗過我，但是我不允許任何一個人考驗我的真情，我的愛。你這樣下去，你這樣的方式，你一輩子都不會得到幸福。李志，李志，追不回來了。我今天美吗？把你內褲收好了，乾了也不收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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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乐晨去約會啊？廢話，情人節不約會，難道他要去上墳啊？我也要走了。你跟誰去約會啊？那約我的人可多了去了，7點到9點有一個，9點到11點有一個，一直排到了明天早上。收好你的秘密照吧你，乾了也不收。哎呀，討厭！拜拜，土鳖。知道，謝謝，我一會兒就說，你今天跟誰約會啊？我今天要在宿舍裡面等王老師。你不會要跟王老師在宿舍裡？哎呀，那個風，看不出來，平時看着挺單純一個人，思想那麼齷齪。王老師今天要來檢查宿舍。哎呀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跟大偉看電影兒。拜拜，拜拜。大偉送的，帥哥送的。王老師送你什麼了？對呀，鴿子，好浪漫啊！浪漫個屁！我是說王老師放我鴿子了。小兔子，你是打算抱着手機過夜嗎？baby， 你都1天沒跟人家說話了，就為了一個不熟的男人，至於嗎？至於嗎？人家李志，多麼正直，多麼有正能量的一個人，就被你們這麼給攪和了。你們影響了我下半輩子的幸福，知不知道？那有什麼呀？而且你說誰能跟那些法律法規條條框框的生活在一起啊？再說了。你們城市走婚第3條說什麼來着？專情測試。他明明知道是這樣，憑什麼又要經不起考驗啊？懂不懂規矩？你幹嘛呢你？真賤！你又給人家發私信你，這不正在編嗎？我還不知道怎麼給人家寫呢。哎呀，不知道是誰整天叫囂着。我去城市走婚俱樂部，只不過就是想要找一個真心，我不是想要結婚，就是想要找到真愛。這感情就是懷揣着一顆想要嘎嘣一下就閃婚的心吶。你還真沒辜負了雷閃閃這名字。說句心裡話吧，一開始我還真沒覺得他哪兒好，我總覺得他像個唐僧一樣，
叨，没完没了。可是今天他骂了我之后，我突然觉得他真的挺爷们儿的。贱，baby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真喜欢你的话，就不可能因为这么点个小玩笑跟你生气。小玩笑，警察叔叔都惊动了，这叫开玩笑吗？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警察叔叔接触过呢。人家一个良民，一片痴心和我走婚，你们非得疑神疑鬼的。baby， 那个，我们这不是也是为了你好吗？再说，这事跟我没關係，他不都是可風幹的嗎？對呀，可風呢？宝贝儿，干嘛呢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老公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咱们明天再那个，你先睡吧啊，乖。请问是你大姨妈来看你了吗？我想她下个星期才会来看我。那就只有先让我来看看你了。baby， 咱睡吧。哎呦我天，熬夜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肝脾胃肾的，真的。咱别跟那生命过不去啊！明天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，明天律師也會照常生氣。baby， 但凡有日出，就會有新的男人出現。晚安吧 ，good night。哎呀，真是躺着說話不腰疼。那你為什麼非要吊死在齊明峰這棵樹上？